喂喂哎，喂喂喂，一二，来，现在在楼上啊？不在楼上吗？哦，好。喂喂，不知道是谁的，应该是耳博的，那应该耳博的。他在楼上。如果我帮他谱架怎么办？顺翔，顺翔。喂，一二一二一二，我们只能稍微都 run 一下。我大概那个钢琴啊，我可能会讲那个，我想一下哦，我讲哪一句？我忘记那句在哪里。信的，那你可以个帮我把那个好滑鼠点到心来 PPT 那都边。丢平安。就我有时候我可能会讲这句的话，好咱心来都丢平安，好烦。好咱心来丢平安，希望大家就是希望大家你可以开始弹，对 ，OK 吗？其实就是我快要讲完的时候就可以准备开始啊。等一下，我想一下啊、可是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讲。对，前奏。我们先练一下，我直接开始哦。顶头过一摆。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
你的名字。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途已无止，要花的灯火已无拍死。不免惊耶稣伫这，不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予咱定心会再起，不免惊耶稣伫这。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予咱定心会再起。好，这首我们就先练这样子，然后我们先来练下一首。成为圣洁居所，你大能同在，使我心渴慕。我渴慕，爱充满我，亲爱神。再次触摸我，使我心呼求。我呼求，医治忧伤破碎心灵，释放属天能力。主万邦起来颂扬你生命，降下你恩雨滋润我心，降下你恩雨滋润这地，圣灵欢迎你，亲爱圣灵。降下你恩雨，医治我心；降下你恩雨，医治这地，万民都要看见你的荣耀降临，全地降下你恩雨，医治我心；降下。圣灵欢迎你，亲爱圣灵欢迎你，降下你恩雨，医治我心，降下你恩雨，医治这地，万民都要看见你的荣耀。
灵欢迎你，降下你恩雨医治我心，降下你恩雨医治这地，万民都要看见你的荣耀降临，全人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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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就先练习这样，大家都 OK 吧？是一个信仰的团体，所以咱的母亲有真侪角色，但是咱总是感谢上帝赏赐咱这个真好的母亲。目前当然疫情，嘛是真严峻啦，大家看法无同啦，可能是我会转去台中去处理母亲节甲伊团圆啦，但是这届去互禁嘛，讲唔免你。留咧台北个灾区就好，免得。所以大家人看法无同，所以无要紧，咱无论伫网络还是伫现场，我想咱大家接受，因为事实上有影对即个疫情，有当时咱新闻报道看起来就真严重啦，有当时看即个统计数字看起来，佫那亲像毋是遐严重啦，所以这决策即个选择真复杂，无要紧，咱。有福气的人，咱无论伫网络，无论伫今日实体，拢通来敬拜上帝。咱为着这来感谢主，请三个阿头来祈祷。阮伫天父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这个母亲节会使去时，你互阮搁组织伫你的教会，要三甲来敬拜你。主，阮将阮的性命、阮的一生交代互你。主，愿你引带阮今日的敬拜。平静阮的心，安静阮的灵，互阮唯一来接待你。这是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喂，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伫今仔日的透早，伫早起，阮会当来到教会，毋管你是伫教会，还是伫线顶，伫厝内的线顶，拢感谢上帝，互咱伫透早会当来教会穿裙衣，对，互咱每一工拢有一个好的开始安尼。今仔日是母亲节，对，拄则长老嘛有讲着，今仔日是母亲节，毋知大家有想要安怎庆祝无？对，阮的妈妈其实拢大部分的妈妈应该拢是伫咱拄着困难，伫咱拄着艰苦的时阵，伊拢会温柔的甲咱
温柔的甲咱安慰。要毋过大家拢莫袂记啊，阮还佫有一个，咱佫有一个上大的上帝，伊是伫咱拄着任何的问题，伫咱拄着任何的困难的时阵，伊拢互咱会当得着平安的上帝。希望大家伫人生拢伫歹过的时阵，拢会记哩有上帝伫的，所以咱拢毋免惊，阮着因为伊拢会伫咱的身边。咱做阵来唱即个，毋免惊，耶稣伫遮。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雪。海涌搁较向明，总是会平静。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止，要花的灯火伊无拍死。搁一摆哦，顶头。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雪。海涌搁较向明，总是会平静。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止，要花的灯火伊无拍死。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予咱重新会再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予咱重新会再起。其实即马伫疫情的中间，咱大家其实拢真惊吓，大家拢会惊吓讲会干到即个肺炎的代志。要毋过希望大家爱会记的，就是免惊，其实咱上帝拢伫阮的身边。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雪。海涌搁较向明，总是会平静。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止，要花的灯火伊无拍死。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
帮助，予咱定心会早起，毋免惊耶稣伫这，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予咱定心搁再，毋免惊耶稣，毋免惊耶稣伫这，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予咱定心会早起，毋免惊耶稣伫这。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予咱定心会早起。是，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伊拢知影。求主会当帮咱，互咱跋倒的时，会当让互阮有勇气，会当定心搁爬起来。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歹势我讲有受这的代志会互咱的心得到就是干枯，让我们的心灵干枯。但恳求神能够将他的圣灵充满给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让他的圣灵就像雨一样滋润在我们的心里。我愿成为圣洁居所，你大能同在，使我心渴慕，我渴慕。来充满我，亲爱圣灵再次触摸我，使我心呼求，我呼求，医治忧伤破碎心灵，释放属天能力，转化万族万邦，起来颂扬你生命，降下你恩雨，降下你恩雨，滋润我心，降下你恩雨，滋润这地，圣灵欢迎你，亲爱圣灵欢迎你，降下你恩雨，医治我心，降下你恩雨，医治这地，万民都要看见你的荣耀降临全地。希望能够透过这首诗歌来跟我们的神说，主啊，求你来充满我们，求你用圣灵来触摸我们，来医治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再一次，我愿成为圣洁，愿成为圣洁居所，你大能同在，使我心渴慕，我渴慕，来充满我，
亲爱神灵再次触摸我，使我心呼求，我呼求。医治忧伤破碎心灵，释放属天能力，转化万族万邦，起来颂扬你生命，降下你恩雨滋润我心，降下你恩雨滋润这地，圣灵欢迎你，亲爱圣灵欢迎你，降下你恩雨医治我心，降下你恩雨医治这地，万民都要看见你的荣耀降临，降下你恩雨滋润我心，降下你恩雨滋润这地，圣灵欢迎你，亲爱圣灵欢迎你，降下你恩雨医治我心，降下你恩雨医治这地，万民都要看见你的荣耀降临，全地的人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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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降下你恩雨，降下你恩雨滋润我心，降下你恩雨滋润这地，圣灵欢迎你，亲爱圣灵欢迎你，降下你恩雨医治我心，降下你恩雨医治这地，万民都要看见你的荣耀降临，全地的人道，是的，我们要求我们的神，恳求他将他的圣灵充满于我们，恳求他像雨一样滋润我们干枯的心灵。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谢谢他，我们谢谢他。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准备今天的礼拜。
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下面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175首，新的地，新的天，圣诗175首。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的灵运行，新种子，新创造，活命的灵运行，新男性，新女性，上帝形象运行，向主唱新歌，以互万物有换新，互万物换新。起立，吟全首。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灵运行，新种子，新创造，活命的灵运行。新男性，新女性，上帝用运行，将真我换新，万物换新，听堂，新人民，上帝灵运行，新力量，新希望，运行，新的心，新精神，上帝形容运行。手新歌有换新，万物换新，新思想，新智慧，上帝灵运行，新律法，新契约。活命的灵运行，新的心，心情家，上帝用运行，主心歌以后万物换新，万物换新。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灵运行，新生命，新创造，上帝的灵运行，新男性，新女性，上帝有运行。有新歌，万物换新，万物新。下面咱用使徒，请坐。下面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第9部第7面，咱做伙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
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对本着彼拉多临来受苦，定是个死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的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下面咱来启应。启应文第25篇，就是成圣诗后面第1043页。启应文25篇，就是诗篇103篇。现着咱三角来启应。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施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规地有偌悬？东离西，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啊，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就用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啊！伊掌管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物啊。我的心神啊！要称赞上主。下面咱过来吟诗圣诗第26首，但愿感谢上帝。圣诗第26首，但愿感谢上帝。出声吟诗对心底，主惊去记伊代志。万暝掠伊做欢喜，阮对母胎出世，伊就赐福无离，用伊无数仁爱。今日又在款待，请咱起立吟原首。愿感谢上帝。出声吟诗对心地，行行记代志，
团队舞台出世，伊就是无你，因伊我所忍耐，今日又得款待，是阮上帝一生甲愿将伊地，使阮喜乐心肝，耶稣平安甲宽大，因伊恩惠保守，感咱得着家具。你在海，现在山高将来，我路感谢的做，一切归乎俾上帝，也归心惊诚心，地极观将你万民。赞伊永我上帝，上赞遍满天地，过去今在将来，永往无路敬拜。请坐，请咱额头三角来祈祷。听从阮的爸全能的上帝，今仔日是母亲节，感谢你赐阮逐人有母亲伫这世间会使来疼惜阮。阮的母亲经过怀胎10月忍受疼痛苦，甲咱生来。无论阮生做安怎，水也是歹，伊拢总是疼阮的。为着由着阮牺牲照顾阮，总是看阮的需要比家己搁较重要。阮犯错，伊虽然会生气管教阮，但总是会原谅阮。只要为着阮好的，伊总是牺牲家己。即款伟大的疼，互阮想着主上帝你的疼。主，你嘛是为着阮世间人忍受，定是一个痛苦。流宝血就是有为着要拯救阮。阮对即款牺牲的疼，上好的报答就是活出认罪悔改、健康喜乐的新生命。主啊，即马瘟疫病毒不断。伫这个土地摊开，世界的战争局势嘛直演变，经济、物资、物价嘛一直咧波动。这个世界实在是真正无平静。毋过，阮知影，阮家在，阮有上帝通靠。阮知影，谁人将阮明仔载，阮嘛确信上帝的引带，甲上帝的计划。天父上帝，求你伫这个时阵坚固阮的信心，互阮袂惊吓。求你随时互阮知，主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患难中的帮助。地虽然会震动，山虽然会崩落，但是阮拢毋惊，因为阮知影有主你康靠。阮爱恁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阮祈祷，主听阮祈
下面来读一位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9章36至43节，都是伫新约145面。《使徒圣经》9章36甲43节，现着我来读。伫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大比代，翻译就是杜家，行好事，尽济满满。当时判病死，人洗伊的身尸下伫楼顶。女大郡约帕学生听到彼得伫遐，就找2人去找伊，求讲，请来遮，毋通言前。彼得就起身甲因去，已经到，带因上楼，正酒馆徛伫彼得的身边伫哭，将杜家甲因伫遐的时所做的衣服，互因看。彼得就甲众人出去，跪落去祈祷，活转身往神师讲：大比代起来，伊的目睭天开，看见彼得，就起来坐。彼得伸手扶伊起来，叫迄个信徒甲酒馆的人入来，将国外的杜家交互因。通约帕拢知，就有济人信主。彼得伫约帕久久，甲一个番皮师傅西门3角大。圣经甲读到遮，下面咱请圣歌队来献诗。至好朋友就是耶稣。
下面咱要请科牧师甲咱正道消息。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先先祝大家，特别是在座的所有的母亲节快乐。咱隔壁小看者好无？有母亲咧甲讲，母亲节快乐。今仔日的母亲节的礼拜，大家有感觉甲旧年也是前几年有一了无共无？敢若欠一项，欠主日学，欠少年团契，才是青年人。这是因为伫疫情的中间，这个细囝，特别伫主日学，因无注疫苗。伫少年团契今仔日本地要献诗，结果呢，伫拜三拜四咧调查的时阵。咱的少年团契遮的学生，因为因的同学确诊，所以恁有几个人爱居家隔离，有7个呢。哦，安尼就无法度来献诗，所以今仔日真感谢咱的圣歌队，带咱吟这首诗歌，只好朋友就是耶稣，帮助咱伫即个疫情的中间，互咱知影，咱袂惊吓。是因为咱有至好朋友，就是耶稣。今仔日礼拜煞了后，母亲节遮的教会要甲遮的母亲地下遮的所有一切花礼物，拢请伫礼拜后，咱到1楼来领，互咱伫疫情的中间有缘来感谢所有的母亲。这时，咱同心来祈祷。做伫你的面前。阮真感谢你，感谢天父上帝，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一个恩典，互阮伫阮出世的时有母亲怀孕，然后照顾，互阮每一个人长大。阮感谢上帝你的疼痛，你的恩典。这个时刻，阮恳求上帝你的话语进入到阮的心内，帮助阮。互阮伫即个疫情的中间，领受你的话语，正做阮的帮助，互阮会当倚靠你，继续向前来跑走。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讲到疫情，咱有发觉无？即礼拜真侪消息拢一直来。通常咱人听到迄个消息，咱就开始判断。这个消息若是对咱有利的，咱会讲伊是啥物？好消息。那这个消息对咱不利的，咱会讲伊是啥？歹消息。所以咱设想一个问题：那同时间一件代志，一个是好消息，莫讲一件代志，一个时间有2个消息入来，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歹消息。那呢？你要先听倒一个？你要先听好消息，还是要先听歹消息？大家拢要听好消息嘛，听了心情较好嘛吼。再来听歹消息，较袂遐郁卒哈。有的人无共款，有人讲我先听歹，再来听好的，安尼我心情后壁会较好吼。无论安怎，咱拢伫咱的生活中，这个消息不断伫咱的中间。咱用较正来讲好啊，咱听到有人因为疫情，伊检查出来是确诊，有人因为确诊边仔人爱互人狂烈，有人无代志，亲像咱在座的各位。那安尼来看，那对疫情这项代志，你认为倒一个是好消息，倒一个是歹消息？有人讲我确诊了，这个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因为伊旧年买足侪保险的，伊会当领迄个保险金。有人直接讲我真郁卒，这个是歹消息，因为我会互人关起来。所以同一项事，咱徛伫无共款的位置的时，咱会无共款的迄个理解伫地。其实咱伫咱的生活中，毋那是好消息、歹消息，其实嘛有真侪咱造成咱的影响的是迄个真的消息甲假的消息。即摆的资讯真发达。每天拢有真侪讯息出现伫咱的内面，特别咱的手机啊，咱若有用 LINE， 也是用一寡
通讯软体的时阵，迄个消息不断的入来，这个消息真正互咱做到咱无法度去消化，嘛真正互咱有时无法度去确定这个消息是真的也是假的。所以咱就陷落伫迄个真假的消息内面，咱有时会做出迄个无正确的判断甲行动。所以咱要安怎互这个消息无来影响到咱呢？真的消息甲假的消息，毋是即马才有。这个问题伫过去每一个世代内面拢伫的。伫相信甲无相信的中间，咱会去做一个决定。咱会听到的消息，咱会相信也是无相信。当咱相信的时阵，咱会做出决定；咱无相信的时阵，犹原咱会做一个决定。无论咱做啥物决定，这个消息的来源是毋是咱所信任的，这个就真重要。今仔日咱咧看今仔日经文，伫使徒行传的时刻，迄个时，规个大环境对基督徒是不友善的，是有歹意的。彼得今仔日的主角，落伫即款的大环境的中间，伊犹阁四过行去传讲伊所信的耶稣。对伊犹阁是一个掠鱼的迄个时刻。上耶稣伫暗花顶面呼召伊放落一切军队耶稣。伫过去这段时间内面，彼得甲耶稣行过真侪乡镇，伊看到耶稣所行的神力，伊看到耶稣医治病人，伊看到耶稣赶鬼出去，伊听耶稣所讲的遮个道理。咱若对于彼得有了解的时阵，有人讲彼得真冲啦吼，真侪代志的时阵拢冲第一，也是讲话讲第一，会有一寡状况出现。不过我想，彼得伊对耶稣的身躯顶得到真侪的帮助，互伊的灵命渐渐成熟。所以当耶稣过活了后，彼得甲其他的使徒继续去做耶稣的工课。四过去传讲，去见证主耶稣伊的大权能。所以彼得嘛到每一个信徒的所在，去关心因的信仰的生活。所以若对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咱个对头前迄段32节来看的时阵，当彼得到鲁代这个所在的时阵，有一名叫做以尼亚，这个人。圣经描写讲，伊因为病随伫眠床顶8年久，伊有可能是意外得到这个病，伊到8年这么久的时间，彼得伫这个时刻拄到伊。我咧想，彼得应该是有听到伊的状况。彼得伊迄阵伊的心内，伊的心敢亲像耶稣共款。伊有一个怜悯慈悲的心，所以彼得来到以尼亚的身躯边，彼得学习耶稣医治的款式，就对以尼亚讲：“以尼亚，你起来，因为基督已经医治好你啊！”伊命令的口气叫伊起来，然后甲讲：“你摕着你所倒的遮的毯啊，爬起来。”这件事，伫以尼亚伊所徛起的这个露台，以及伫沙伦这个沙漠的地区，遮个人拢知啊，因为因看到以尼亚起来行，会当真自由来行动，看到以尼亚伊敢若正常人共款，每一个人拢亲目睭看到，所以因就相信。彼得所传讲的这个耶稣基督，彼得医治人变随，这个是一个事实。就对鲁代这个所在，开始往世界乡镇传播出去。咱会当看到鲁代伫约帕甲耶路撒冷的中间，所以这个惊医治的信力，互人传扬的时。遮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当时的人是咧关心这件医治的新历，是因为看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因咧关心这个医治这件事，也是因想要知影这个医治的新历是对倒位来的。彼得承接了主耶稣的怜悯慈爱的心，伊听到也是看到这个社会弱势，甲这个社会边缘的人因的需要。彼得就奉主耶稣的名，行医治的能力，互众人去经历到这个真实的这个来对耶稣来恩典甲救赎。所以迄年啊，互彼得所救赎、所医治，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行医治的这个工课。我嘛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咧想一个问题：以利亚倒伫眠床顶8年的时间呢？这个8年的时间，咱若甲主耶稣出来传道理、传福音的时间，应该是有一个重叠的时间吧？以利亚甲伊厝内底人应该听过耶稣所行的这个事，耶稣所行的新约。伊应该听过，所以因可能伫厝内底一直咧期待耶稣来到这个所在。总是咱若对福音书内底来看，耶稣行到每一个乡镇，那呢，乃无行到鲁代这个乡镇去呢？耶稣乃无行去遐呢？答案是。就是无，耶稣就是无行到迄个所在，所以以利亚一直处理，就一天等过一天。有时听到耶稣行到离伊所徛起的乡镇真近啊，有时佫听到耶稣离伊真远的所在咧行新历。过了一段时间，伊听到耶稣互人钉伫十字架顶，3天了过活。伊的希望可能已经破灭啊！总是耶稣的门徒线接耶稣的使命，继续为四国去讲耶稣的故事。所以以利亚无等到耶稣来，伊敢若会当继续倒伫眠床顶，厝内底人嘛只好安尼甲照顾。以利亚互袂记念吗？这礼拜，咱看到确诊的人数为1万、2万、3万、4万，今仔日无定会到5万，每一天拢咧增加。伫咱身躯边的人，咱的同事、咱的同学，侪人确诊，侪人互人成做迄个狂烈密切接触者，行动自由拢受到限制，工作生活。情绪拢一届搁一届受到影响，真侪消息不断的出现。咱每天拜二2点的时阵，每天的2点的时阵，咱拢看到迄个消息一直在出来。总是有时做到咱无法度分清楚，讲我即摆应该安怎做才好？是要3+4呢，还是要10+7呢？到底是倒一个？要安怎才会当伫咱的生活中是符合规定的生活呢？这个疫情一直咧变动，政策规定嘛做咧调整。咱只有伫现有的这个规定中间咧听候，咱去爱来查验讲，到底倒一个是咱应当爱遵守的规范。伫这个时刻，咱犹原也咧等待这个疫情的结束。无人会当真正确讲，什么时阵伊就结束啊？伫也未结束之前，你我拢有可能去感染着。咱嘛毋知影伫倒一个时间、倒一个地点，咱互即个病毒所攻击。不过，咱爱相信，上帝听伫咱的中间，耶稣医治的大权能
会显现，信心会扶持咱，互咱伫等待经历即种无确定的中间，真正有一个救赎的毋茫之地。以利亚互上帝袂记念吗？以利亚其实无互上帝、无互耶稣袂记。虽然圣经无讲到以利亚伊的身份，伊是一般的人，也是信徒，但是圣经记载讲，伊变随倒伫面床底8年久了后，会当阁起来行。即款的医治的信念，互更较侪人来相信彼得所传的耶稣。彼得医治以利亚，这个消息传出去了后，这个彼得伫履代显现耶稣医治的信念，对当时的人来讲，这个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代志，因为有人看见啊。伫距离履代无远的约帕，这个约帕这个所在有一个女的门徒叫大比大，希腊文就是道家。圣经描写讲，道家做了真侪好的代志，伊真欢喜去帮助遐送香的人，所以有一阵寡妇就受到道家的帮助。道家破病死啊！伊周围的人就照着当时的礼仪，将伊的身躯洗清气，然后放伫所住的厝的楼顶。过去我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我一直咧想，为什么要放喺楼顶呢？放喺楼骹，毋是真简单、真方便吗？查考了后，是因为当时的人，因所住的这个厝。无悬是2层无毋对，不过下骹层是咧互因所饲的遮个牛啊、马所住的所在，人是住伫楼顶，所以楼顶是人所徛起的空间。所以当道家的身体互人洗清气了，真就是放伫楼顶即个所在。伫迄个时阵，约帕的门徒。因就忽然间想起彼得伫履代所做的代志，彼得和以利亚会当起来行，所以就派2个人去找彼得。彼得一听到，就随出发。咱若对拄则迄段这张图片来看，履代到约帕也是一段旅程。这段旅程的顶面，彼得心内咧想什么呢？彼得咧想什么？彼得是咧回想伊拄则伫履代，互以利亚会当起来行的这件代志，咧回想着，也是彼得心内咧想，住伫约帕的这个道家，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即马死啊？彼得到底咧想什么呢？实际上，咱毋知彼得咧想什么，咱真正毋知。无论彼得咧想什么，咱会当确定的是，彼得这个时期当往约帕行去。所以，当彼得到约帕的时，有一阵寡妇将道家过去所做一切的代志，甲彼得讲，也将道家为因所添的遮个衫，互彼得看。这个就是咧证明道家过去一直咧照顾因。当大家围伫迄个无大的空间2楼的这个中间，彼得爱大家离开，可以有一个空间会当来安静祈祷。因为彼得知影一件代志，人已经死啊，要有人告我，这款的能力毋是伊有的，这款的能力只有耶稣才有。咱虽然毋知影彼得伫迄个时期伊祈祷的内容是啥物，但是我咧想，彼得应该是想起耶稣互拉撒路对死告我的这个情景。道家即摆情形，甲迄个时期有了要共，因为耶稣捌安尼做，耶稣夜望望天，伊对天父上帝祈祷讲：爸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我知影你时常听我的祈祷。但是我讲这话是要互周围遮的人，要互因相信是你找我来。讲了，耶稣大声喊拉撒路出来。彼得相信，今仔日若是道家的救我，是上帝要互迄块地顶面的百姓来信靠伊。因为这个互人救我的困难，是对上帝来的。这所有一切成就，是主耶稣基督，毋是彼得，毋是伊。所以彼得就对着道家讲：“大彼得起来！”道家就擘开目睭，坐咧看彼得。这个死佮救我的心灵，就展现伫众人的面前。这个消息就传遍约帕。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恁今仔日敢有拄到这款的心灵吗？恁有听过吗？即摆敢若真侪人讲，我毋捌拄过，也是无听过。但是真正无吗？救我的生命一直伫咱的生活中咧出现。因为咱已经有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礼物，这个礼物是啥？这个礼物到底是啥物？这个礼物就是主耶稣已经救我，既若相信伊的人，就甲伊同救我。当道家救我，伫当地有侪人因为安尼，就信了主耶稣。当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互更新，得到顶头生的时阵，咱就是甲主同救我。有人会因为安尼来相信主耶稣。那照理论来看，照咱逻辑来推论，咱即马每一个人应该拢会当互别人来相信，来跟对耶稣，对毋对？不过无呢。是出了什么问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认为到底是怎样啊？读今仔日经文内面，我发现一项代志，就是消息无传开。当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得到救我、得到顶头生的时阵，这个消息无传开出去，因为人听袂到救我的消息，人看袂到救我了后的生命。今仔上帝互咱上大的礼物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当咱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时，迄就是互消息传开出去。不过有人会甲牧师讲：“啊，我无口才的能力呢，我袂晓讲呢。”你就将你家己交互上帝，上帝会带你出去讲。有人讲我无智慧呢，我毋知要讲什么款智慧的话呢，就向上帝求，互你有智慧的言语出来。我无勇气，我毋知要安怎去甲千份人、甲我的厝边、甲我的亲戚讲这项代志。向上帝求上帝赏赐你有向前行的这个气力。彼得伊无互道家救我的这个气力。伊就祈祷向上帝讲：“上帝啊，请你亲身来成就这件代志。”当咱每一个人愿意成做上帝所使用的器皿的时，上帝甲你我拢同在呢。只要你愿意，无恶情的代志；只要你愿意，无恶情的代志。今仔日咱所看到这两个异地的心灵。是因为这两个异地的心灵，是要见证上帝的大权能，是要见证互人来信靠主耶稣。伊尔得到异地，互住伫鲁代甲沙伦的沙漠地区的人看到伊异地了，就来信耶稣。道家对死救我，这件代志传遍约帕，有侪人因为安尼，就来信耶稣。所以有时咱咧讲，咱咧为
人会痛苦病痛咧祈祷。有时咱讲，咱毋知到底伊有法度得到医治无？咱毋知主耶稣会安尼做袂？但是祈祷就是一个见证。咱要甲人讲，这个见证是，因为咱将所有困难的所在，拢交互主耶稣。除了破病的痛苦，除了伫生活中的困难，除了所有的一切，拢袂当去影响到咱甲主耶稣中间真亲密的关系。所以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为别人祈祷，咱会当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祈祷，咱嘛会当为遐也未信的人来愿意向上帝来祈求，互因会当做伙来经历上帝的作为。咱无法度保证讲，咱祈祷了，伊的病就得着好，伊的困难就得着解决。不过，咱会当交托互主上帝。祈祷的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彼得行神了，医治人的故事，互咱每一个人咧为别人祈祷的时，咱会当期待迄个祈祷的中间，互更较侪人来跟对耶稣。因若得到医治，咱更较期待，互更较侪人来明白信靠耶稣。因为这一切拢是对主耶稣遐来。所以这个时刻，牧师邀请咱大家，你想一下，你即摆有偌侪文典？一项、两项、三项，还是真侪算袂了？那安尼就对你开始，对你即摆有诶开始去传扬上帝伫你身躯顶遮一切文典。爱会记得，互即个文典的消息传出去，互即个消息传出去，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看顾阮，疼痛阮，你互阮每一个人会当甲你同过活，这个就是极大的礼物甲恩典之地。当阮领受到这个恩典的时刻，阮爱学习的是将这个消息传出去。愿主帮助阮，想使阮有气力、有智慧、有勇气、有能力来讲出你爱阮讲的话，互阮愿意诚做互你使用的器皿，去传扬主救赎的好消息。愿主帮助阮，看顾阮，特别伫疫情的中间，保守阮每一个人有平安，保守阮每一个人拢有上帝你遐满满的祝福。愿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阁三甲来吟诗，圣诗599首，无论伫什么时阵，圣诗599首，无论是伫什么时阵，无论伫什么时阵。毋通互苦难赢去，也毋通悲伤失志。有耶稣的疼，有耶稣的疼，着信有耶稣的疼。请咱起立吟全首。论伫什么时阵，无论伫什么时阵。通互苦难赢去，嘛毋通悲伤失志。有耶稣的疼，有耶稣的疼，
咱将着耶稣的听。你敬有，无论伫什么境遇，中望将好起，主耶稣信仰勇气。有耶稣，因为有耶稣会听。请坐。下面咱三个准备先来奉献。请坐。下面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头前，咱先来念今仔日的经句。咱做伙来念。伊就甲伊讲，来去伊。马太福音8章7节，搁一摆，伊就甲伊，我来去伊。马太福音8章7节。下面我来报告后礼拜的圣工分担，领唱是圣歌队，司礼是张一石长老，司琴是张丁贤弟兄，献诗是圣歌队，司献是彭兆亮甲柯关成执事，交代是柯关成执事。甲黄慧谦弟兄、黄文琪姐妹，音控是李尔博弟兄甲张电传弟兄。这周的伫
伫州执事是李尔博，啊，伫外长了是刘一路长老。拜三的查经祈祷会题目是上帝的子民，经文是启示录第7章9至17节。主理是科牧师，啊，书会是我本人。后礼拜的台语的礼拜，经文是马太福音14章25至32节。伊要分享的题目是经历耶稣。啊，咱的圣经甲经节，咱家己来看。啊，主理是黄金牌神学生。下面咱来看教会消息的报告。第一点，母亲节快乐。本日是母亲节，感谢大位母亲的辛劳。咱教会要赠送咱大位母亲有一个礼券、礼券。啊，伫礼拜后，咱会有人伫1楼拢会点了发，咱会使来领。来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第二点是洗礼前的信用课程啊。啊，本来是5月22號是愛改做5月21號拜六的下晡1點到4點。啊，上課的時間。過來的上課時間是7月24、9月4號、11月27，啊，攏是伫主日禮拜後1點到4點。啊，歡迎咱若有要洗禮、跟信禮、無道友，攏會使參加。啊，要報名，愛向幹事來報名。啊，伊個報名表填了會使愛閣交牧師。啊，咱第三點是，咱要咱教會要有一個行政幹事的迄落職缺啦，嘿啊。啊，咱這資格咱家己來看。啊，有適合的人，也是你有想要介紹，還是安怎？咱會使甲這履歷表交予牧師，還是文宏長老安尼。第4點，玉山神學院的奉獻主日，下禮拜5月15是玉山神學院的奉獻主日，請咱兄弟有備心。啊，第5點，長執會開會通知，伫5月15的主日下晡1點要召開。請中職甲各團契輔導會長咱攏會使來出席來參加。第6點，5月開始拜一是教會咱有休息日，啊有緊急的代志，咱會使甲德月長老來接洽。啊，第7點，咱會使下載迄台灣社交距離 APP 啊，啊，閣有一點，咱愛報名亞活禮拜的人，還未繳錢的，會使佇會後佇1樓去櫃台，咱來繳錢。啊，下面交予牧師。好，兩點來補充報告。第一是拄則講的亞活禮拜部分，咱會照着即個政府的政策，咱來隨時做一個調整啦吼。但是目前咱伊個依然維持咱的亞活禮拜時間、地點甲方式吼。然後閣有兄弟姊妹，伊若煩惱吼，咱先祈禱中間，教會這邊會緊佇規個變動中間，攏會發出通知吼。目前無發出通知，就是照常來進行吼。啊，第二是少年團契，雖然今仔日無唱歌吼，但是我知影因敢若有要翕相嘛，對。吼，少年團契因要為着咱媽媽吼，也是講全家吼，
确定啊，因会伫礼拜堂即个所在，会甲恁用迄个翕相即个翕相毋是翕了就无啊翕了，互你随互你一张拍立得啦你会使转去做纪念好，这是2点的补充报告。咱今仔日议员会为着即礼拜2个家庭来关心代祷第一位嘅家庭是赖宏月技术因的专辑，我看坐伫遮嘛你们敢要徛起来，大家熟悉者哎，好，恁来请坐。咱要为着因全家有主要所稳定祝福互因全家拢会带伫心灵顶面得到帮助仰望伫上帝，互上帝带因人生头前的路站第二要看到会囝哩义轩歹势义轩义轩伫人生的道路顶面会当早日明白生活意义甲生命的目的这是第一个家庭。第二个家庭是信宗信宗兄弟你嘛伫即个所在嘛咁徛起来大家看者，好，请坐伊要带到的是有一段经文伫诗篇112篇咱会当转去家己看。伊较无会当真较无上帝的话语相信伊要宣告因永远袂离开上帝，求信心保守因全家。伫信心的内面有一个合一的心好，咱即时咱来为即2个家庭来代祷。主，我感谢你，你的疼痛、你的慈悲、你的怜悯、你的恩典，拢临到即2个家庭的中间。要为着洪月兄因全家伫过去的日子，主耶稣享受恩典祝福，互因全家伫心灵顶面得到帮助。会当仰望主，互因伫人生的道路顶面有主的扶持，伊嘛紧紧牵着主的手，袂放手。嘛为着伊的后生伫人生的道路顶面，会当早日明白生活意义及生命的目的。愿主亲身启示，愿主看顾即个家庭，赐福伫即个家庭。为着信宗兄弟因的全家，因为因知创造一切拢是对上帝来，因较无上帝话语。正做因全家生命的溃烂，伊嘛宣告相信因袂离开上帝，伊嘛恳求信心保守因全家有信心所享受合一的心，互因每一天拢会当跑走伫天路顶面。愿主看顾即个家庭，愿将即2个家庭因所摆列的祈祷放伫上帝你的面前，愿主亲身看顾。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好，多谢以上。咱来吟煞要变的诗，圣诗第392首，阿罗上帝万福丰源。圣诗第392首，咱起立来吟。阿罗上帝万福丰源，地上万民世间法，地球前世从赞万世，阿罗诚心皇帝，请牧师来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
互相请安。若要翕相的，会当来头前吼，少年团契因来值班。